继续来讲，这个行道树是真水，但是若开始落树叶啊，就真困扰。台中市传播局搬点到全台中市337条的道路来建置着行道树上的落花落果的路段，互清洁队会当快速来掌握来摒扫。 行道树若伫落树叶啊，会落甲满世界，就惊讲过路人会跋倒，清洁队咧摒扫嘛真费气。为着好摒扫更较有效率，台中市用科技来辅助。那这些行道树啊，它每年都会有随着季节，它会有落叶，会有落花，会有落果。清洁队员能够针对落花、落叶、落果不同的特性，然后来加强它打扫的频率。 全市有580公里的行道树，透过这套地图，就会了解各区的树种，什么时阵会落叶啊，加落花。那也可以让喜欢赏花的人、喜欢追逐这个绿色植物的人，他们看到在台中市不同的街道，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行道树。有科技的辅助，和外勤的清洁队员有更较准确的参考资料，咱乡亲若要欣赏花蕊，嘛使参考这个地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